大家期待已久的 Killer Body 1:1，此时头套震撼来袭，头套双层材质设计，外层软胶压纹复刻电影细节，1:1还原的眼眶造型，精细的细节纹理，再搭配上精致缝线骨位包边，内层 ABS 硬壳塑形更完美，高度还原此时带来的魅力。最厉害的是头套内部设计了红外检测感应功能，眨眼就能实现头套同步眨眼动作。眼睛金属蜂窝网状设计，视野清晰不受遮挡，可通过触摸眼眶侧边控制眼睛开合眨动。也可通过遥控进行远程控制。后脑勺拉链开合设计，一个人也能轻松穿戴。后脑勺磁吸开口设计，女死士也能轻松驾驭。带上它随时变身死士，在任何地方开启属于你的疯狂表演。